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这一两冬来有登记在案的猫仔甲狗仔的数量已经超过同一个时间出世的红婴仔，可见愈来愈侪人对饲猫仔、饲狗仔比饲囡仔更较有兴趣。饲狗是真早就有的习惯，人类甲狗仔一直是真好的关系。甲狗仔当做朋友的人嘛袂少，甚至拜狗仔的人嘛袂少。今日我来介绍台湾的狗仔神明，这个狗仔神是安怎来的？伫台湾的原住民有袂少甲狗仔有关系的传说，甲别个所在的人相共。原住民真早就有习惯甲食物、动物甲大自然看会到的一寡物件，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因安尼做有真侪作用，一项是认为这大自然的动物会来保护人类；第二项是互这有共同祖先的人，因受到相共的动物保护，这人会较团结。所以过去台湾的排湾族都有这款甲狗仔有关系的故事。日本人写的排湾族的传说内底都有写到讲，足古早进前有一只狗仔，伊夹伫两丛树的中，这只狗仔尾仔生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就是排湾族的祖先，也嘛有记载是写讲，伫古老社内底的人，因对待狗仔的方式甲对待人是相共的。狗仔死了，因拢会甲狗仔抬起来，佮会放一寡衫裤、放饭、一寡祭品、猪肉做伙放落墓园。因若是无安尼做，甲狗仔的尸体乌白蛋。过来人就会得传染病，也是感冒。另外，太鲁国的传说是讲，上古早的人是安怎来的？因讲为地屎内底生出一个女性，毋过因为无男性，所以这个女性就甲狗仔生一个查甫囡仔，等候伊大汉了，才去甲这个查甫囡仔结婚，生出真侪囡仔。这个人就拢变做是太鲁国的祖先。卑南族的讲法是讲，因的头目是蛇生出来的，毋过因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狗仔生的。这拢是原住民的土典的故事。另外是伫台湾为大清国移民来的，因嘛拜狗仔。台湾上有历史拜狗仔的庙已经有300几栋。这间是伫嘉义鹿草的圆山宫，也是圆山经。这间庙拜的主神是一个叫做王孙大师，伊身躯边就有一只狗仔，甲伊做伙咧保护地方的安全。这间庙是安怎来的？是大清时代福建东莞的人来到鹿仔草开垦的时，甲因的神明带来的。这个王孙大师佫是啥？王孙大师毋是姓王，伊是大宋国皇帝的一个亲族。这个人呢，拢带一只狗仔巡游四海。伊有一天就来到泉州，迄时泉州有一只田螺精咧作怪咧害人。王孙大师就带伊的狗仔跳入去水底，甲这只田螺精相战。尾仔是狗仔甲田螺夹掉的。互王孙大师提剑，甲这只田螺精毒死。因相战煞，这个王孙大师甲这只狗仔就升天变做神啊！所以泉州人甲王孙大师带来台湾拜的时阵，嘛先煞甲这只狗仔放伫庙内底。这间庙的香火是自古早就足旺的。人讲若是破病，就来拜这只狗仔。因为伊会当治百病。刷落来是大家乐时行的时阵，大家拢甲狗仔请出来问明白。
医生讲，即只狗仔新民是甲别个新民做伙移民来到台湾。台湾也阁有真侪拜狗仔的庙。刷落来，我来讲台湾中部的七将军庙。七将军庙伫3个所在拢有，即3间庙的故事嘛拢差不多。台湾中部北港溪甲南港溪交接甲流的所在，就是南投的国姓乡。为遮开始，伊就变做一条溪，号做乌溪。因为这条乌溪有经过大肚乡，所以嘛号做大肚溪。上尾这条溪是为彰化、新港甲台中两省的中流出去海里。拜这只狗仔的3间七将军庙，拢伫乌溪的附近，一间伫雾峰，一间伫大理，一间伫南投的草屯。七将军是安怎来的？大清时代发生林松文事件时，清朝就派较侪兵来管理台湾。迄时因伫大理有设一个总兵部咧维持治安。1870年，因派6个人甲一只狗仔去雾峰巡查，结果互山区的原住民杀死。剩迄只狗仔走转来到大理的总部，一直飞。狗仔带总部的人去雾峰找到这6个人的尸体，毋过这只狗仔嘛因为走了伤忝，就过身。所以后来这6个人甲这只狗仔就做伙待伫雾峰。刷落来这个所在就有足侪记者出现，逐摆若有兵仔去巡查的时，拄着危险，拢会听到一只狗仔咧叫。伊嘛会先提醒这个兵仔头前有一寡危险的所在，也是有歹人。甚至这6个过身的人，因嘛会显灵替这个兵仔去烧台。所以为着要感谢因，后来的人就起一间庙拜这6个人甲这只狗仔，甲因号做七将军。毋过后来学者因发现讲，这个事件是真的，毋过报告书内底写的是7个人，毋是6个人。所以雾峰的七将军庙才改拜7个人甲一只狗仔。伫大理的七将军庙，伫日本时代嘛已经有足侪人去拜。传说是讲，迄时互日本政府送去南洋做兵的人，因厝内人若有去七将军庙去拜拜求平安的，遐个人拢会当搁转来，也无有足侪就拢留伫南洋，也是死伫遐。嘛有人讲，因伫南洋做兵的时，拄着危险，因身躯边就有一只狗仔咧保护因，所以因转来到台湾的时阵，拢会去七将军庙拜拜。伫草屯迄间七将军庙，嘛是拜原本政府派来的人甲一只狗仔，毋过这个人毋是兵仔。这个故事小可无共款。草屯这间庙是伫乌溪桥边仔的一条巷仔内。听讲伫大清时代，彰化甲南投的产地拢足欠水，为着要解决水利的问题，官员就决定要伫附近开大圳。甲乌溪正手边的水引入来压产，迄时特别搁爱乌磅空，所以就为清国请6个师傅来乌磅空。因咧做工的工寮内底有一只土狗仔，是逐工拢对这个师傅出入去做工课。这个乌水到乌磅空的师傅有一条架加落山乌一个磅空，互水会当流过来。所以这个师傅要去山内乌磅空的时阵，这只狗仔跳来跳去，走来走去，一直飞，搁去夹这个师傅的裤骹。毋过无人知影这只狗仔是发生啥物代志。刷落来，这个6个师傅去做工课的时阵，因乌的磅空就怎放落来，这6个人拢去互地死。住伫遮的人为着要感谢这6个师傅甲这只狗仔替地方乌大圳，所以就伫乌溪的边仔起一间小间庙来纪念因，甲号做七将军庙。台湾有拜狗仔的庙足侪间诶。刷落来，我要讲2间甲林松文事件发生以后，为着要保护地方遮个渔民甲渔垦有关系的庙。有一只狗仔伫北港真出名，号做义垦将军。
伊的神位就囥伫北港的义民庙内底。即间庙即马是3级的古迹啊。会有即间庙是林爽文事件发生了，地方上就有108个人，因组成一个义民团，佮饲一只真歹的狗仔。逐摆若有人拍过来时，即只狗仔拢会先知影，会先吠。毋过即108个义民甲即只狗仔，伫一摆相杀的时拢死去，所以才起即间义民庙，狗仔嘛囥伫庙内底。即间庙应该自古早就真侪人去拜。经过真久以后，伫日本时代，也有人特别佮用石头刻一身新的狗仔像踩伫遐，佮替即只狗仔穿衫，阿妈棍搭挂一块金牌，写义犬将军。即间庙的壁堵嘛有画即只狗仔甲这108个义民的故事。也佮有另外一间嘛是拜狗仔的庙，是伫嘉义的忠义19公庙。即间庙原本是200几年前的一个公墓，就号做忠义19公墓。根据记载，这嘛是林爽文拍来到诸罗城的时，伫城外就有这个义民甲一只狗仔咧保护这个城，诸罗城才无互林爽文拍落来。毋过这个义民相拍时，一直约去到乌山头，煞互人关伫遐，敢若剩即只受伤的狗仔走转来到台南府城，一直用伊的头去弄门。后来府城怎派兵仔对即只狗仔，即只狗仔甲因带去乌山头顶。毋过迄时，即18个义士已经拢过身，即只狗仔也阁认得伊的主人。一直对伊的主人转去到诸罗城的时阵，因为伊走乌山头、走府城，佮走转去诸罗城，所以伤忝，就过身去。诸罗县的人为着纪念因，就甲这18个人甲即只狗仔号做19公，啊，佮甲因抬做伙去拜拜的人，拢讲即只狗仔会显灵，特别是伊的鼻仔真好。拢会替信徒甲车，也是甲因走无去的狗仔，佮找回来。真侪信徒嘛会拍金牌来感谢伊。即只狗仔嘛互人叫做义犬公。伫嘉义的19公庙，甲台湾上出名的义犬庙18王公庙是无关系。伊的故事嘛完全无相共。伫台北石门的18王公庙，甲伊的肉粽拢足出名的。18王公庙是咧纪念大清时代有17个为福州来的生理人，甲因带来即只狗仔。即阵人原本毋是坐船要来台湾，毋过因上船了，拄着大风大影，规只船仔怎变过？遐个人拢总淹死，互风吹来到石门即个所在。毋过迄时即只狗仔还阁活咧，就一直飞去找救兵。尾仔才有人来甲这过身的17个人拢找出来抬。后来即只狗仔嘛对咧过身，所以当地的人就甲狗仔嘛抬做伙。后来才起庙，甲号做18王公庙。这17个人是安怎带即只狗仔？即只狗仔阁为倒位来？有一个故事是讲，过去一个做生意的老人，伊去海边要买鱼的时阵，拄着一只狗仔一直甲吠，伊就对即只狗仔走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已经倒伫海边啊。即个老人就甲即个少年的救转去因兜，结果天光，即个少年人阁走去要跳海自杀。原来即个少年人伊已经结婚，煞足爱跋筊的。伊甲厝内的财产拢输了了，伊的爸母互伊气死，伊的母仔囝嘛怎无去啊？敢若剩即只狗仔一直拢对伊，因为伊逐工拢互人讨钱，讨甲毋知要安怎，所以才想要自杀。即个老人听了，就教即个少年人安怎做生意。结果，即个少年人开始趁钱，毋若甲欠人的钱拢还了了，伊的某甲因囝嘛拢阁转来。故事内底即只狗仔，就是对即个老人上船，才来到台湾。18王公庙有真侪甲即只狗仔有关系故事。听讲伫第2摆世界大战空袭的时，
拢会听到狗仔咧叫，这互要空袭石门遐的明军开飞行机的这个人会惊，所以就无过来啊。另外一个传说是讲，伫1970年代，迄时核能电厂一厂要刷叮当的时，就要拓宽道路。18王公的庙嘛爱对咧刷。工作人员挖到迄个所在的时阵，伊挖土的机械煞害去，也嘛有工作人员伫现场得到急性的毛肠炎，所以因拢去拜拜抽签。结果神明讲，即间庙袂用得煞，所以全无拆掉。这个新闻互18王公庙变真出名。大家乐长时行的时阵，嘛有真侪人来求明白。要考试的时，嘛会看到足侪学生来拜拜。各行各业拢有人来拜即只义犬。即马庙的头前栽一身30尺悬的狗仔像。这是因为1986年的时，这条路也是着拓宽。尾庙的委员会就决定要登起这间庙，才变做即马的18王公庙。上特别的是栽伫遐这只真大只的狗仔，远远就看会到啊。台湾人拜的动物毋那是狗仔，也嘛有拜虎爷，嘛有拜龙，嘛有真侪拜牛的庙。过去李添春的研究讲，台湾变做神明的动物有11种。台湾人拜动物有一个特殊的所在，就是敢若拜古只，毋是规定的，像拜一寡有特殊故事的狗仔，毋是所有的狗仔拢变做神。台湾人嘛无认为讲动物的灵魂会出现伫人的身躯顶，才变做神。也是台湾人拜的动物，真有可能是为妖魔鬼怪才变做神的，像一寡蛇神，也是龟，也是猫。也个另外一项是台湾人会甲一寡特殊的神明想做是动物，像牛爷、马爷这款。过去都有人咧饲狗仔，毋过即摆人饲狗仔像咧饲囡仔相共，敢若保咧。咧保护狗仔的神明嘛，愈来愈侪人咧拜。厝内饲的狗仔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去问庙里的狗神明。有的狗仔神明也阁会变做即马真实行的宠物沟通师，因会替人解说厝内底的狗仔是拄着啥物款问题。拄则讲到的北港义民庙内底，因为即只狗仔带狗仔去拜拜的人变侪了，庙阁特别起一个水池互狗仔会当下愿。伫台南嘉义的一间庙咧拜天狗将军，庙内底阁会准备互狗仔食的物件，信徒拜了会当甲只狗仔的食物，早回去互厝内底的狗仔食平安。今日的故事先讲到这。顶礼拜的节目内底有一寡讲毋对的词类，我真感谢米芳华写批来甲我讲。第一个词是健素，健康的健，毋是健素。第二个词是益生菌，毋是益生菌。第三个是麦种液，毋是麦种液。毋知恁敢听有出啥物无共款？这是声调的问题，我真感谢米芳华。今日嘛真感谢大家的收听。若是大家对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楷内底有赞助的链接。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